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再一次歡迎大家翻到嚟呢個頻道。我哋嘅繼續我哋呢個嘅系列就叫馬可福音。過往呢2-3個月嘅時候，我哋都已經由第一章讀到差唔多而家尾聲嘅馬可福音。我哋從呢個嘅馬可福音，我哋睇呢個嘅耶穌嘅故事。嚟到呢一堂同埋下一堂咧，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呢個已經係去到一個嘅尾聲嘅部分。而我哋今堂我哋講到馬可福音第15章33節至到16章第8節。咁下一堂咧就係最後一堂，就係16章嘅第9節至到20節。當然，如果你比較熟悉少少聖經嘅時候，你都會睇到一樣嘢，就係好多時候都有人喺度評論究竟最尾嗰段第9節至到20節嘅第16章究竟屬唔屬於呢個嘅馬可福音。咁我就會留待下一堂同大家一齊去討論啦，或者係俾一啲嘅個人嘅意見俾大家。而今堂我哋咧主要係去睇馬可福音第15章33節到第16章第8節。喺當中我俾咗一個嘅題目，佢叫做真正嘅基督徒。其實我喺呢一次嘅呢個主學嘅系列當中都用咗好多唔同嘅真正喺當中。究竟係講到真正嘅信徒啊，真正嘅敬拜啊，而今堂亦都係一樣真正嘅基督徒。嗱，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啦？喺過往嘅幾年當中咧，特別係2020年到差唔多2022年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個嘅全球性嘅一個嘅可以話係一個嘅我哋叫 pandemic， 一個嘅大嘅災害。咁咧，因為我哋有呢種嘅新冠嘅肺炎，唔單止影響咗一個嘅國家，影響咗差唔多全世界。咁當呢個嘅新冠肺炎呢個嘅疫情咧嘅過咗去之後咧，標基就係呢個嘅比爾蓋茨咧，即係美國呢個嘅以前嘅微軟呢個老細咧，佢就點名稱讚咗呢個7種嘅唔同嘅無名英雄。咁如果你從呢個嘅表去睇嘅時候咧，你都會睇到咧，呢啲都係同一啲嘅醫務人員佢哋嘅有關醫療嘅工作係有關嘅。咁佢哋當然啦，佢哋都係要付出佢哋嘅生命去無論係拯救或者係去照顧呢啲患咗新冠肺炎嘅人。咁嗰陣時我自己都係喺醫院入邊做工啦。咁其實某程度上我都覺得佢哋係一啲嘅好勇敢嘅人嚟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你都會覺得咧，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我哋都係冇得選擇啊。因為我哋喺呢個嘅醫療工作上邊，我哋要去付一點力量，或者係呢個係我哋嘅所謂嘅召命啦。所以我哋要去為住呢啲嘅病人，我哋係要付出我哋自己嘅生命去做呢啲咁嘅嘢。咁我唔知道大家咧，如果你嚟自香港嘅時候咧，喺過往幾廿年當中，你有冇聽到一首嘅歌咧，叫做《勇敢嘅中國人》咧？咁呢首歌好多年前咧，好犀利啊！即係唱到好犀利，勇敢中國人。但係而家咧就好似少咗唱呢啲咁嘅嘢，可能大家覺得可能個題目唔係咁。可能個題目有啲問題都未定啊！但係當我哋去思想話要做個勇敢嘅中國人嘅時候，嗰個所謂嘅勇敢係咩意思咧？當然咧，呢啲歌詞好多時候即係話俾你聽做個勇敢，但係佢冇話俾你聽究竟點為之做一個嘅勇敢，視乎你嗰個嘅你嘅諗法、你個睇法係點樣樣而作出一啲嘅判斷。嗱，呢啲都係一啲嘅我哋嘅所謂嘅社會上面一啲嘅。我哋嘅工作啊，或者係我哋一啲嘅所做嘅即係我哋嘅嚟自嘅國家，我哋要做翻我哋要一個嘅屬於呢個國家嘅人。但係有冇諗過一樣嘢，就係如果我哋係一個嘅基督徒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做一個嘅勇敢嘅基督徒咧？又或者好似我依堂所講嘅係真正嘅基督徒咧？嗱，又或者好似從呢幅圖畫去睇嘅時候，你有冇睇到耶穌基督？當然啦，耶穌可能冇抬住咗十架咁耐啦，可能抬咗少少，跟住就俾嘢揾咗個古利奈人西門幫佢去要嚟抬呢個十字架。但係耶穌基督佢都係一樣嘢，佢都
走呢條十字架道路，走到最終極呢個地步。正如我哋呢一堂主學咧，我哋係睇到呢樣嘢，就係耶穌係至死忠心走到最後一步。但係我哋喺後邊嘅所謂嘅而家嘅信徒，或者係喺當時嘅信徒，我哋係咪同耶穌一齊去走呢條嘅道路咧？原本呢堂嘅主日學咧，嗰個嘅題目咧，15章第33節到16章第8節，其實就係講到耶穌嗰個嘅死亡、耶穌嘅埋葬、耶穌嘅復活，或者我哋會少少去講少少嘅關於門徒嘅反應。喺開始之前咧，我哋讀一讀呢一段嘅經文。咁大家聽我讀啊，係馬可福音第15章33節至到第16章第8節。第33節，到了正午，全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3點鐘。下午3點鐘的時候，耶穌大聲呼喊：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翻出嚟就是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旁邊站着的人有的聽見就說：看啊，他叫以利亞呢？有一個人跑去把海綿蘸滿了醋，綁在蘆葦竿上，送給他喝，說：且等着，看以利亞會不會來把他放下來。耶穌大聲喊一聲，氣就斷了。殿嘅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對面站着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斷氣，就說：這人真是神的兒子。還有些婦女遠遠的觀看，其中有抹大拉嘅瑪利亞，又有小雅各的約西嘅母親瑪利亞，並有撒羅米。就是耶穌在加利利的時候，跟隨他服侍他的那些人，還有同耶穌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婦女。42節，到了晚上，因為這是預備日，就是安息日嘅前一日，有亞利馬太嘅約瑟前來，他是尊貴嘅議員，也是望着神嘅國的。他放膽進去見比拉多，請求要耶穌嘅身體。比拉多詫異耶穌已經死了，就叫百夫長來問他耶穌是不是死了很久。既從百夫長得知實情，就把耶穌嘅身體賜給約瑟。約瑟買了細麻布，把耶穌取下來，用細麻布裹好，安放在岩石中鑿出來的墓穴裏，又滾來一塊石頭擋住墓門。抹大拉嘅瑪利亞和約西嘅母親瑪利亞都看見安放他的地方。16章第1節，過了安息日，抹大拉嘅瑪利亞、雅各同母親瑪利亞和撒羅米買了香料，要去膏耶穌嘅身體。7日嘅第一日清晨，太陽出來後，他們來到墳墓那裏，彼此說：誰要替我們把石頭從墓門滾開呢？他們抬頭一看，看見石頭已經滾開了，原來那石頭很大。他們進了墳墓，看見一個年輕人坐在右邊，穿着白袍，就很驚奇。那年輕人對他們說：不要驚慌，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裏，來看安放他的地方。你們去對他的門徒和彼得說：他要比你們先到加利利去，在那裏你們會看見他，正如他從前所告訴你們的。於是他們出來，從墳墓那裏逃跑，又發抖又驚訝，什麼也沒有告訴人，
因為他們害怕。願神祝福佢嘅話語，我哋一齊去低頭祈禱。好，親愛天父，多謝你再一次藉住呢個經文俾我哋睇到耶穌，佢係至死忠心，佢係佢嘅死亡，佢嘅埋葬，直至到你係去將佢從呢個死入邊復活出嚟。天父，求你都俾我哋睇到耶穌嗰種嘅對你嘅一個嘅信服。同埋佢係選擇走呢條道路，求你藉住佢嘅愛，同時間都係激勵我哋，都係做一個嘅勇敢嘅基督徒，好似經文入邊所講嘅百夫長、婦女，同埋呢一個嘅亞利馬太人約瑟。天父，求你就係你嘅靈喺呢個空中當中，與講嘅同埋聽嘅同在，俾講嘅講得清楚，俾聽嘅能夠明白，更加藏喺心裏入邊，俾我哋能夠可以應用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聽我哋唔完全嘅祈禱，奉主名求，阿門。嗱，我哋過往嘅3個月，頭先我都所講啦，我哋都係圍繞住馬可福音，係講到耶穌呢個嘅生平，呢個嘅故事。咁大家應該都好熟悉呢一個嘅圖畫啦。咁咧就係通常咧，我哋將呢個馬可福音咧，大概咧可以分為3個部分。咁第一部分咧就係第1章到第8章嘅頭上半章咁上下啦，就係講到耶穌是誰，係 mainly 主要係講到耶穌喺加利利嘅工作。咁如果你一跳到去咧呢一個嘅11章到16章嘅時候咧，呢度咧你從呢個地域去分界嘅時候咧，11章到16章咧係講到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最後一個禮拜所做，用咗差唔多7章嘅經文6章嘅經文，佢哋去記載呢一件事。咁喺中間由第八章嘅下半段到第10章咧，就係耶穌由呢個嘅加利利去到呢個嘅耶路撒冷嘅路程。通常大概係可以咁樣去分呢一段落。同樣嘅，大家都可能咧已經好熟悉呢個嘅圖片啦。我自己比較中意就係呢個圖片俾大家睇到呢個嘅耶穌在世嘅工作大概3年嘅時間，呢度喺度。而頭2年半，即係2年半，大概係30個月嘅時候。呢30個月嘅時候咧，都係喺馬可福音嚟講，係由第1章到第10章呢一個嘅段落當中，而到咧最尾呢個6個月咧，就係喺呢個嘅呢個嘅耶穌進入呢個耶路撒冷，係記載咗佢呢個耶路撒冷工作係由第11章到第16章。而我哋今日特別我哋去睇耶穌嘅埋葬復活咧，就係喺呢個最尾嘅15章嘅33節至到第16章嘅後。而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呢一個咧所發生嘅由第11章到第16章咧，係耶穌喺在世嘅時候最後一個嘅1周嘅生活嘅時刻。而我哋今日咧就 focus 咗喺呢有3件事當中，就係耶穌死在佢嘅十字架上邊，耶穌係去被埋葬，最後耶穌佢係復活。如果你仲記得嘅話咧，我哋上一兩堂嘅時候咧係講到耶穌佢係俾呢個嘅猶大出賣，食完逾越節晚餐之後，佢就去到呢個客西馬尼，然後猶大就去呢一個嘅出賣咗佢，俾呢個嘅祭司長捉咗佢，然後分別去唔同嘅一啲嘅所謂嘅地方領袖或者係官府當中去審訊一個嘅不公平嘅審訊。嗱，如果你從呢個嘅圖表去睇嘅時候咧，呢度咧係一個嘅時間嘅表，呢度咧俾你睇到星期五 ，OK， 就係星期五嘅朝頭，耶穌係星期4夜晚黑俾呢個嘅祭司長捉咗，然後呢個就星期5，然後呢個係9點，呢個係3點鐘，下午3點鐘係，然後呢個就星期6。呢度咧星期6嘅時候咧，就係我哋所講嘅安息日、預備日之前嗰度地方。所以咧呢度咧，我哋今日去睇嘅時間咧，係集中咗係喺呢一段嘅時間當中。咁如果你將呢啲嘅時間表，即係事件套入去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咧就係
呢度咧可以話俾你聽，可以咧用4堂嘅主日學咧，我哋去討論、去重溫呢個嘅耶穌。但係我哋今日咧，我哋只能夠咧去睇一樣嘢，就係耶穌被釘十字架嘅時候。咁如果你由呢度去睇翻嘅時候咧，應該係大概而家正如頭先經文所講咧，係大概係耶穌係12點鐘，係星期五嘅所謂嘅。啱啱中午12點鐘到3點鐘所發生嘅事。嗱，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呢段經文都好清晰，可以將呢個嘅經文分為3段。第一段就係耶穌嘅死亡，就係33節到41節。第二段咧就係耶穌嘅埋葬，由42節到47節。最後就係耶穌嘅復活，就係第16章第1節至到第8節。咁我哋首先咧，我哋會去睇耶穌嘅死亡喺十字架上邊發生嘅事。嗱，呢個第33節話俾我哋聽咧，到了正午，全地都黑暗了，直到3點鐘。正如頭先我所講啦，呢度係講到咧，即係頭先所講係星期五嘅晏晝、中午，然後即係由12點鐘到3點。你如果從一啲嘅油畫，西方嘅油畫，你可以睇到咧，呢度咧耶穌係被釘十字架，側邊係有2個嘅囚犯同佢一齊同釘十字架。假如你唔知道呢一個嘅時間嘅時候，你會發覺哇，點解咁黑掹掹嘅咧？你就以為可能係夜晚黑，即係耶穌係被釘死咁樣。但原來唔係啊，原來係耶穌係被釘死嘅時候係正午嘅時候，係直到3點鐘嘅時候。咁而嗰陣時咧講到係全地嘅黑暗。嗱，呢個我哋未必明白點解會全地嘅黑暗，但係可以俾你想象中，如果你喺當時嘅環境當中嚟講咧，你會覺得係一個好恐怖啦，又或者可能係一個嘅點解平時係一個嘅最光明嘅時刻，但係而家已經變咗黑暗。但係對於一啲嘅猶太人嚟講咧，可能咧呢個咧係更加有重要性都未定。嗱，你從唔同嘅經文當中啦，嗱呢度咧我就唔同大家去一一嘅讀出嚟。但係你可以從呢啲嘅舊約嘅經文當中，譬如第一段係以賽亞書第59章第9節，OK。然後跟住咧，譬如咧約珥書第2章31節，阿摩司書第8章第9節，彌迦書第3章第6節，同埋撒迦利亞書第1章第15節。嗱，呢度都咧全部都用咗一啲嘅黑暗嘅時候。咁呢黑暗究竟係代表啲咩嘢咧？如果你咧從呢啲嘅經文你讀出嘅時候，再湊翻佢哋嗰陣時嘅呢個嘅先知時代嘅時候，你會發覺其實呢個黑暗係代表緊神係喺度審判緊一個將要去做一件事，將會有一件好重要嘅嘢事出嚟，所以全地都黑暗喺當中。到下午3點鐘嘅時候，耶穌咧就大聲呼喊：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利。嗱，翻出來就是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嗱，我哋要去睇呢節嘅經文嘅時候咧，你會睇到就係耶穌講咗一句嘅説話，叫做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利。咁翻出嚟就係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咁首先一樣嘢就係咧，點為之翻出嚟 ？OK， 通常翻出嚟就好似我哋今日咁樣樣啦。有人講英文，我哋將佢翻譯出嚟講翻廣東話，又或者係有人講國語，咁我哋咧將佢翻出嚟去廣東話。嗱，咁我哋要諗一樣嘢就係，究竟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利係咩文咧？係咪希伯來文咧？定係其他文字咧？嗱，其實呢一度咧，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利就係當時流行所講嘅語言，就係亞蘭文。咁有第一樣嘢就係要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耶穌會用亞蘭文去講呢句説話？如果佢特別如果佢嘅家屬、佢嘅朋友，佢喺當中嘅時候，可能佢哋都係講呢個嘅
猶太話，或者講呢個希臘話，或者係講呢個嘅希伯來話都未定。我哋唔知道，但係一樣嘢可以肯定一樣嘢就係佢所講嘅以羅伊、拉馬撒巴各達咧，係第一係呢一個嘅亞蘭文。嗱，如果你朝住呢個方向去諗嘅時候咧，耶穌佢用呢個嘅語言去講出嚟嘅時候，佢係有佢嘅目的喺當中。即係好簡單一樣嘢，你如果今天我哋喺呢個嘅美國嘅當中，咁我哋用廣東話去講，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咁只係能夠係你識廣東話嘅，喺美國識聽廣東話嘅人，佢先知道你講緊啲咩嘢。咁但係如果你用英文去講嘅時候咧 ，OK， 咁咧就係、是、My God, why have you forsaken me？ 咁你個範圍咧就大好多咯。你就係周邊嘅所有嘅識講英文嘅人，佢都知道你講緊啲咩嘢。嗱，當耶穌用呢個亞蘭文去講嘅時候咧，佢就唔係淨係呢啲嘅猶太人，佢知道要講啲咩嘢，而係周邊可能有一啲嘅外邦人，又或者係其他嘅羅馬官兵，或者係其他人喺當中，佢哋識聽呢個嘅亞蘭文。我都講咗亞蘭文係當時一個比較普遍嘅語言，佢哋都明白耶穌係講緊呢句説話，所以耶穌咁樣講嘅係有佢嘅目的，佢想知道多啲人。咁你就會再問第二個問題，究竟佢點解要講呢句説話？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第一，第二，點解耶穌會講出呢句嘅説話？就係咪神真真正正嘅係離開佢咧？我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OK。特別我哋有陣時候，我唔知大家，我哋曾經研讀過一啲嘅一啲嘅教義嘅主日學啦，都講到其實神係三位一體，佢哋係唔分開噶嘛。咁究竟呢度嘅意思係代表啲咩嘢咧？嗱，如果你睇呢句嘅説話之前解釋呢句説話之前嘅時候咧，其實耶穌講呢句説話咧，佢係去呢個引用緊呢個舊約聖經。原來舊約聖經咧喺呢個嘅詩篇第22篇第1節呢度話：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為什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的呻吟。嗱，呢度比較詳細啲。其實如果咧你有興趣嘅話咧，你可以翻去睇一睇呢個嘅詩篇第22篇。點解咧？詩篇第22篇係由開始嘅我的神開始，到耶穌一個嘅可以話係一個嘅凱旋嘅勝利咁嘅意思。咁但係耶穌就係即係引用咗呢一句，就話神啊，點解你會離棄我？嗱，我唔知大家有冇諗過點解耶穌會講出呢一句嘅説話咧？嗱，如果我哋從呢個字去睇咧，離棄呢個字啦，嗱，離棄呢個字咧係用希臘文所寫嘅 ，OK， 而拉馬撒巴各達你頭先所講咧就係用亞蘭文去寫出嚟嘅。咁但係你可以從呢度睇到一樣嘢，就離棄咧就係留翻你喺度，放棄你，撇棄你，或者係感覺或真正被神離棄。咁其實呢一度你可以睇得到咧，就係我哋今日要讀嘅經文咧，馬可福音第15章第34節，又或者同符類即係對觀福音嘅馬太福音第27章46節。咁其實如果你從呢度講埋呢一個先，就係拉馬撒巴各達嚟，就係呢度講到咧，就係你已棄絕咗我，同樣都係即係喺呢一段嘅經文。咁其實如果你從呢一段嘅經文去睇嘅時候，你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呢個係可能係講到耶穌一個嘅感覺上邊，好似同神越嚟越遠咁樣。咁你會問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嗰陣時發生咗啲咩嘢，令到耶穌會 feel 到咁樣咧，越嚟越離棄咧？嗱，其實我哋過往即係呢一次嘅主日學嘅，你可以睇到其實耶穌係一個又係全人，都係全神，即係100% 人，但係同時100% 係神。嗱，雖然我哋未必能夠明白佢幾時係
係人定幾時係神，或者係佢幾時係嗰個嘅感覺，佢係人或者係神，我哋未必能夠可以一刀切去切到落嚟。但係其實你從呢段嘅經文去睇嘅時候咧，你會去睇到一樣嘢，就係佢有人嗰種嘅感覺。第一，第二，佢耶穌佢係知道父神要佢嚟到做啲咩嘢。如果你睇呢個嘅詩篇第22篇更加清楚，你去嚟到係要拯救你同我。當佢願意付出一切嘅代價嘅時候，走上呢條路嘅時候，佢擔負咗我同你所有嘅罪。嗱，當喺呢一刻嘅時候，因為佢嘅嗰個嘅罪喺佢幫我哋嘅擔負，唔係佢犯咗罪，而係佢代替我哋。令到佢同神開始有呢一兩個嘅距離。嗱，呢個係從一個嘅所謂嘅神學方面，我哋去討論點解神離開佢。嗱，另一方面咧，如果你從人嘅角度，從肉體嘅角度去睇嘅時候，你會發覺今堂我哋睇唔到，因為我哋而家讀咗第2節嘅經文，即34節。但係上一堂嘅時候，你會睇到，又或者如果你仲記得嗰套嘅電影咧，《Passion of Christ》嘅時候咧，你睇到嗰啲嘅影像、嗰啲嘅圖片，耶穌基督所受嘅皮肉嘅痛苦嘅時候，你就會諗到，即係呢個從人嘅角度去諗啦。當然就係人覺得神啊，點解你要咁樣？我明白我會嚟到去承擔呢個嘅人嘅罪，但係我要咁辛苦、咁痛苦、咁樣去承擔。所以耶穌喺呢度話俾我聽：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當然，我唔相呢度可能係只係一個嘅思想上，又或者可能係暫時上，因為耶穌跟住會復活啊嘛。所以其實呢度係可能係一個嘅暫時嘅一個嘅情況喺當中。所以你從呢度可以睇得到嘅時候，就係頭先我俾個時間表大家去睇嘅時候，耶穌釘十字架大概係星期5朝頭早大概9點，到12點中午嘅時候就開始黑暗，即係個成個天都黑暗。你可以睇到呢度全部都去黑暗。而當然啦，頭先我講咗點解黑暗，就係正如一啲嘅呢個嘅小先知書入邊一啲嘅預言，呢個係一個神對罪，唔係對耶穌，係對罪一個嘅審判。到3點鐘嘅時候，耶穌就講咗呢句説話出嚟。嗱，呢個係代表咗佢一啲嘅可能心靈上一啲嘅痛苦。另外，如果從一個嘅神學角度去睇嘅時候咧，可能係一個佢哋所謂嘅叫 judicial separation，就話係因為罪令到佢暫時同神嗰種嘅分隔嗰種痛苦。其實彼得前書嗰度講得好清晰，從呢一個嘅角度你去睇耶穌去為我哋去受苦。呢度講到嘅咩嘢？就係因為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就是義代替不義的。呢度好清晰，為要引領我們到神嘅面前。耶穌係好有目的嘅，好有目標嘅。在肉體裏他被治死，但在靈裏他復活了。其實好清晰就俾我哋睇到，就係耶穌係為我哋擺上嗰個代表我哋去滿足到神嗰個嘅要求，所以再一次能夠可以翻到去神嗰度當中。35節呢度話，旁邊站着的人有的聽見就說：看啊，他叫以利亞呢？咁啲人就會問一樣嘢：耶穌係咪叫緊以利亞？咁你就會問一個問題：點解耶穌頭先講咗一句説話啫嘛？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咧？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睇嗰個嘅原文啦，我就打俾大家睇咧，你會睇到咧頭先亞蘭文講到個我的神咧就係以羅伊 Eloi， 咁你以利亞咧 Elijah， 咁你諗一諗咧，耶穌就喺上邊即係釘住十字架咁嘅意思，咁啲人喺下邊
耶穌肯定都唔會話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咁大聲同你講緊説話啦，可能hello 啊，咁即係咁嘅意思咁樣樣，所以佢哋就以為佢叫以利亞，咁叫以利亞做咩嘢咧？即係其實以利亞係一個大先知嚟噶嘛，咁可能佢哋啲人以為佢哋聽到耶穌講以利亞，就希望以利亞嚟去拯救呢個嘅耶穌。咁即刻有人第3到6節話，有一個人跑去把海綿蘸了醋，綁在蘆葦竿上，送給他喝，說：且等着看以利亞會不會來把他放下來。嗱，呢度就講咗佢哋嗰個嘅期待。嗱，到嗰一刻一啲嘅群眾，呢度雖然佢冇講到呢啲係咩人啊，但係你可以知道嗰陣時都係一啲嘅群眾。其實我哋喺呢個嘅過往當中，我哋都睇到群眾係有唔同嗰個嘅期望啊，對耶穌。譬如第11章開始嘅時候講到耶穌騎驢入來嘅時候，嗰啲人幾興奮，哇！耶穌嚟作王。但係佢哋可能諗係一個嘅政治上邊嘅一個嘅彌賽亞，但係到呢個時候嘅時候，呢度係嘅4日之後咋，4日之後啦，佢哋已經開始話要釘死耶穌。Number one，第二佢要睇下以利亞會唔會嚟救佢。咁我第一樣嘢想問呢度咧，耶穌咧講到佢呢度講到佢咧，有人去攞呢個嘅醋咧去蘸俾佢飲。嗱，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呢度究竟係第一次定第二次咧？有人已經係去將呢啲嘅醋啊，或者係酒啊，去遞俾耶穌飲。其實呢度咧係第二次嚟嘅啦。第一次咧就係有啲人咧，即係見耶穌受苦得好痛苦咯。咁啊，佢哋咧就綁啲然後嚟蘸咗啲嘢俾耶穌飲，希望等佢即係可以有少少嘅麻醉，唔能即係就唔會能即係可以舒服少少。因為你諗下，釘喺十字架上邊，你流血不斷流血，開始 dehydrate 即係失水，同埋壓住你個身體，一種好痛苦。但係耶穌堅持佢唔飲，點解？佢希望知道嗰種嘅痛苦喺當中。嗱，到呢一度。究竟啲人蘸啲醋嚟綁佢又係咩目的咧？其實想佢唔可以瞓覺，等佢提醒佢。因為點解？佢如果耶穌瞓着咗嘅時候，即係或者可能死嘅時候咧，佢就唔會繼續叫以利亞。你可以想像一樣嘢，就係啲人佢哋喺即係啲群眾喺耶穌就嚟死之前，佢哋仍然都希望耶穌係去行一啲嘅神蹟，或者係去俾佢哋去睇。所以你其實可以想像中，佢哋唔係覺得耶穌係一個嘅神嘅兒子喺入邊。所以呢度俾大家睇到一樣嘢，就係旁邊嘅人佢哋嗰種嘅嘲弄。同埋佢哋嗰種嘅盲點係咩咧？佢就係咧希望送呢啲嘅醋俾耶穌去飲嘅時候，希望能夠延長佢嘅生命，能夠可以見到一啲嘅神蹟喺當中入邊。其實講真，耶穌釘十字架呢個就係已經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神蹟喺入邊。跟住耶穌就大喊一聲，氣就斷了。耶穌大聲叫，即係當然啦。如果你從對觀福音嘅時候咧，你更加知道咧，耶穌大喊一聲之後咧，佢講咗一啲嘅説話，就係我將我嘅靈魂交俾神，同埋喺呢一個嘅最尾一句説話就係呢個嘅神要佢嚟到呢個世界所做嘅嘢，終於完成咗成了，跟住氣就斷了。嗱，呢度咧英文係講到咧 breath his last， 即係佢唞埋最後一個口氣。咁其實你話即係佢就死。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睇呢個字嘅解釋嘅時候咧，其實耶穌係蓄意去 show 俾佢哋睇，我唞埋最後一啖氣，佢就死咗喺當中。而當耶穌唞埋最後一啖氣嘅時候咧，殿嘅幔子就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嗱，唔知大家有冇即係我相信大家都其實讀過呢啲嘅經文，大家都好熟悉。但係有冇諗過一樣嘢，就係
殿嘅幔子係由上跌落嚟，同埋點解要裂開咧？嗱，我哋大家都以前都睇過，無論係呢個嘅第一次嘅聖殿、第二次嘅聖殿，到呢個嘅希律佢哋去重修呢個聖殿嘅時候咧，聖殿都係有3個唔同嘅院子嘅。第一個咧就係外院，外院係俾啲外邦人啊，或者係一啲嘅女有個叫女院啊，俾佢哋啲女即係女婦人啦，可以喺嗰度去嚟敬拜神。咁然後跟住咧就有聖所啦，即係行入一層當中咧。咁當常呢啲咧都係啲祭司啊，佢哋所以去為佢獻祭。咁到最中間咧就叫做咧至聖所 Holy of the Holies， 咁就係象徵神喺當中。而喺聖所同埋至聖所當中咧，就有一個嘅好大嘅幕啊，有一個嘅即係隔住咗佢。通常即係呢個嘅大祭司每年一次先可以入去。嗱，按照一啲傳統嚟講咧，呢個幕咧，呢個嘅係要差唔多成300人，即係佢嗰個幕咧，佢咧係即係呢個幔子咧係大概咧係差唔多係一隻手咁厚嘅幔子，咁咧就要差唔多300人咧，要慢慢去吊上去，然後遮住咗、隔住咗呢個嘅至聖所同埋聖所當中。咁但係當耶穌去唞最後一啖氣嘅時候咧，佢個幔子就由上邊就裂為2半。嗱，呢個係俾我哋睇到係神親自嘅作為，唔係由下邊爛上去，而係喺上邊抹落嚟。而呢一個預表咗一次，就係以前我哋需要祭司每一年佢係去幫我哋去到神嘅面前去求赦免，但係而家已經有重新一個嘅方法，就係耶穌基督已經一次過為我哋去成就咗呢一樣嘢，我哋可以坦然無懼嘅嚟到神嘅面前，我哋唔需要任何嘅中間人，所以呢個係一個嘅好重要嘅教義上一個嘅信息俾我哋。再提一次就係呢一個嘅幔子係由上而下係裂出嚟嘅。第39節。對面站着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斷氣，就說：這人真是神的兒子。耶穌斷氣，跟住百夫長就講咗呢個話：這人真是神嘅兒子。嗱，我唔知大家點樣去諗啊？就係問百夫長點解會講出呢個嘅說話出嚟？OK，究竟百夫長係見到嘅情況係咁樣啊？佢講出嚟神嘅兒子啊？咁另一個問題就係俾大家諗一諗，就係這人真是神的兒子，呢句話標誌住佢係唔係真真正正嘅歸依或者信從呢個嘅基督教啦。嗱，咁當然啦，聖經即係講咗一句說話，我哋未必會有一啲嘅證據，即係絕對可以肯定話呢個嘅百夫長佢係成為呢個嘅基督徒。咁但係可以大家去嘗試去諗一諗一樣嘢，就係，嘿，百夫長點解會講呢句說話咧？因為佢係唔係基督徒，又或者佢係基督徒咧？嗱，其實好多時候咧，就係你要知道咧，呢個百夫長咧，佢係喺呢一個嘅釘十字架當中咧，係可以話係監督嚟嘅，right？OK？咁如果你諗啊，佢係一個嘅外邦人嘅時候，佢咩原因去喺度講呢句説話咧？即係當然啦，我哋即係假設佢唔係基督徒嘅時候咯，咁你會諗一樣嘢就係，喂，佢而家返緊工啊嘛，佢或者佢係一個羅馬兵啊嘛，佢點可以講出呢條咁嘅説話咧？第一，第二，即係百夫長佢可能係一個嘅好我哋所講嘅好 sarcastic 嘅説話，即係有少少嘲弄耶穌
這人真係神嘅兒子啦，而家都死咗咁嘅意思。嗱，我哋唔知道係呢個係咪咁，但係從另一方面嚟講，嘿，耶穌佢死咗，呢個百夫長講出去嘅説話，可能係代表佢真係歸於耶穌，即係一個基督徒都未定。嗱，第一點解咧？耶穌都已經死咗，第一咁佢喺當中嚟講，佢只係講咗句説話，呢個人真係神嘅兒子，佢個感覺係咁樣樣。第二，佢喺當中佢係差唔多最大嘅啦嘛，佢只係監督佢哋，睇住佢哋，佢未必有需要去表態，係我代表呢一，佢唔係未必話係我代表我哋羅馬呢個嘅軍隊，我哋去承認這人，只不過係可能佢自己講出佢自己嘅一句心底嘅説話。到最尾我哋睇得出嘅時候，即係呢一個嘅事件已經耶穌死咗完結嘅時候，佢冇必要係去營造一個嘅即係嘲弄佢嘅説話，只係佢講出佢自己心底一啲嘅説話當中。咁俾大家可以去睇到一樣嘢，就係呢個嘅百夫長。有可能佢真真正正係一個嘅基督徒，因為見到目睹呢一件事當中嗱。但係最重要另一樣嘢就係俾大家睇到一樣嘢，就係咧，如果你從呢個字咧神嘅兒子嘅時去睇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好正啱啱咧，就好似咧馬可咧，即係呢個作者寫馬可福音咧，佢俾我哋睇到一樣嘢，就係一個嘅完美嘅總結喺當中，就係你可以睇到咧馬可福音第1章第1節呢度講到話神嘅兒子耶穌基督嘅福音起頭，然後到呢度嗰度話咧，對面站住嘅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斷氣，就說這人真是神嘅兒子，可以睇見一個嘅前後嘅呼應喺入邊。跟住第40節又講到話，還有些婦女遠遠地觀看，其中有抹大拉瑪利亞，又有小雅各和約西嘅母親瑪利亞，並有撒羅米。呢度咧講咗咧係有3個嘅婦女喺當中望住，一個就係抹大拉瑪利亞，第二個咧就係又係叫做瑪利亞，就係呢個嘅小雅各同約西嘅媽媽，最尾就係撒羅米。咁你會問一樣嘢，就係我哋睇埋最尾一節先。OK，你可以問一個問題，就係話點解約馬可係要去記錄呢啲嘅人物出嚟咧？呢啲特別係一啲嘅婦女嚟嘅，特別係呢啲嘅當時嚟講，婦女係喺一個嘅地位唔係十分高嘅情況之下，佢係即係寫出呢用咗2節嘅經文去咧。其實咧，馬可其實係有佢原因嘅，可以寫出嚟。而呢啲嘅婦女咧，其實佢哋係一啲好忠心嘅婦女。佢哋咧，如果你睇呢3個婦女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唔係好遲就去跟耶穌，係佢哋好早嘅時候咧，佢哋係已經係去跟隨耶穌。佢哋唔單止係即係跟隨耶穌，佢哋淨係同埋耶穌一齊去唔同嘅地方，有啲去傳道都佢哋一齊去，同埋佢哋供給耶穌佢哋嘅需要。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佢哋咧雖然佢哋係女性，但係咧佢哋咧唔會信息俾呢啲嘅男性嘅門徒，特別你可以從呢段嘅經文睇到咧，哇！我哋讀咗咁多節啦，就算我哋跟住讀落去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咧，其實呢段經文入邊咧，絕大部分都係講咗呢啲婦女，都冇乜講到呢啲門徒發生啲咩事。所以仲有另一個原因就係咧，呢啲嘅點解要講呢啲婦女咧？就係呢啲其實佢哋都係一啲嘅見證人，佢哋喺當中，正如好似頭先嗰個嘅百夫長咁樣，佢哋係見證耶穌真真正正係死咗喺呢個十字架上邊。嗱，咁不如我嚟睇一嚟嘅應用啦。嗱，呢個係馬可福音第15章中呢啲記載人物咧，佢哋蒙神安排被插入咗喺呢個嘅十字架受難嘅故事當中。呢啲嘅向我哋
嘅啟示咗有咩關於神嘅恩典同或者呢啲嘅真理咧？你認為點解呢啲喺十字架旁邊嘅婦女，佢哋願意甘心冒住生命危險留喺嚟陪住耶穌咧？我哋是否領悟到耶穌為我哋所做嘅犧牲嘅種大意義？嗱，俾少少時間大家可能去思想下，或者你可以停一停去諗一諗。好，咁我哋讀一節嘅經文啦，就係希伯來書第10章第19節至到25節。所以弟兄們，既然我們靠着耶穌嘅血得以坦然進入了聖所，是藉着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嘅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嗱，呢個就好似頭先所講嘅幔子裂開。既然我們有一位偉大嘅祭司治理神嘅家，那麼既然神為我哋付出呢種嘅代價，咁我哋應該點樣去回應呢？呢度話，那麼我們應該用誠實和充足嘅信心，同以蒙潔淨無虧嘅良心和清水洗淨了我們身體來親近神。我們要堅守所宣認嘅指望，毫不動搖，因為應許我們那位是信實的。所以你們要彼此相顧。呢個講到嗱，頭先係對神啦，而家係對人啦。我們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嘅人，都要彼此勸勉。既然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加如此。希望藉住頭先我哋睇到耶穌基督嗰個嘅死，去激勵我哋去做呢一件事出嚟。跟住我哋去睇呢個嘅埋葬，42節至到47節，呢度話到了晚上，就是預備日，就是安息日嘅前一日。咁我頭先都講咗啦，呢個嘅預備日就係即係安息日嘅前一日，就係安息日就乜嘢都唔會去做噶啦，即係淨係可能喺屋企度，或者係覺得佢哋要預備嘅咧，就意思係預備好整好晒啲食物，咁佢哋唔需要再煮，咁攞翻出嚟食，即係 microwave 都唔得噶啦。OK，咁你都唔可以咁樣去啊。咁但係咧到安息日咧，因為安息日咧佢哋規定佢哋係即係乜嘢都唔可以做噶嘛。咁呢日，所以喺呢日之前，即係譬如6點鐘之前咧，即係由第3點鐘到6點鐘3個鐘頭嘅時候咧，咁有啲人咧就希望能夠可以攞耶穌嘅身體落嚟埋葬。如果唔係咧，你就要等到去星期日嘅晏晝，你先有機會。所以第43節話俾我哋聽，有亞利馬太人嘅約瑟前來，他是尊貴嘅議員，也是盼望着神嘅國的。他放膽進去見比拉多，請求要耶穌嘅身體。嗱，呢度俾我哋睇到咧，呢度咧係有個人叫做亞利馬太嘅約瑟。呢個亞利馬太大概係喺耶路撒冷對開唔知10零里咁上下北面嘅地方嚟嘅。咁佢係一個嘅尊貴嘅議員，同埋盼望神嘅國。咁呢度講嘅議員係講咩咧？就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我哋曾經講過，當時嗰個嘅猶太嘅公會大概有70個人喺當中，咁有啲嘅文士啊、撒都該人啊，同埋呢啲法利賽人去組成嘅。而呢個嘅亞利馬太咧，就係其中一個嘅尊貴嘅議員。咁呢度咧係馬可福音記載嘅，佢講到，咁佢咧就放膽去見比拉多，去要求去攞耶穌嘅身體。咁如果你從一啲嘅對觀嘅福音去睇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咧，你可以更加全面少少去認識呢個嘅約瑟係點嘅人。嗱，頭先我哋咧睇馬可福音第15章43節話俾我聽，佢係一個亞利馬太人。即係亦都可能係一個嘅撒都該人都未定。第二咧係一個尊貴議員。咁如果你從呢個嘅馬可福音43節已經講咗啦，同埋喺呢個路加福音23章50節嗰度都有。喺路加福音咧對觀福音話俾我聽，佢係一個善良正直嘅人，同埋咧23章嗰度講到話咧係素常盼望神的國。頭先我哋馬可福音都有講到呢一樣嘢嘅。
跟住咧，路加福音講到咧，佢卻冇附從別人所謀所為。聖經呢度話俾我哋聽，佢咧係冇同其他嗰啲嘅議會呢個嘅公會嘅人去要謀害耶穌。馬太福音第27章17節話俾我哋聽，佢都係耶穌嘅門徒，但係約翰話俾我哋聽，只是怕猶太人，他暗地裏做呢個門徒。咁你會問一個問題，究竟點為之暗地裏咧？即係好似譬如大家都有聽過啦，尼哥底母啦，尼哥底母又係另一個嘅當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猶太嘅公會入邊。咁佢同耶穌去談道 ，OK。咁啊如果你睇對觀福音嘅時候咧，你會睇到一樣嘢就係咧，尼哥底母佢耶穌死咗之後咧，佢都有買咗啲香膏係去膏耶穌，可以俾你睇到一樣嘢就係咧，佢哋以前咧，即係佢覺得耶穌係一個正直嘅人，佢覺得佢哋冇做錯嘅人，耶穌所講嘅係正確，但係佢唔敢明顯係去表現出嚟，佢驚其他嘅佢哋嘅同門啊，即係或者係佢哋嘅議會嘅同工啊，去指責佢哋，所以佢哋就暗暗地做呢啲問題，好似我哋今日所講嘅潛水式嘅基督徒。嗱，最後咧，馬太福音俾我哋知道咧，就係咧呢個亞利馬太人約瑟咧係一個嘅有錢嘅人，因為點解咧？佢係可以有自己擁有呢一個嘅一個嘅墳墓嘅人，因為你要知道佢要有笪地要掘開個窿，所以佢呢個係一個係佢自己有錢嘅，有錢先可以擁有呢啲咁嘅人。咁既然頭先我哋所入邊睇到嘅嘢嘅話時候，我哋就問一個問題，你會從呢一件事當中，你會覺得我哋喺呢一個嘅約瑟入邊，我哋學到啲乜嘢嘢咧？可以諗一諗，佢係原本係一個潛水式嘅基督徒，佢唔想俾人知，但係佢而家願意 OK 出嚟問比拉多攞耶穌嘅身體。你可以睇得出佢係一個嘅有一個進取嘅精神，一個 take initiative，即係話佢願意行出呢一步去見比拉多，同埋佢有同情心 have compassion， 知道耶穌已經死咗啦，你再即係冇必要再要去折磨佢，等喺上邊咁樣樣。同埋佢有呢個嘅智慧，你見佢一陣間我哋所睇佢咧，佢係點樣樣安排，點樣樣有個計劃係去點樣樣係去攞耶穌嘅身體，同埋佢係慷慨，佢用原本嗰個嘅佢嗰個嘅墓園係俾佢自己或者佢嘅家族，但係佢願意讓俾耶穌。仲有佢一個嘅僕人嘅心，佢願意去做，同埋唔單止咁，佢自己落手落腳去做，同埋佢係一個嘅堅扭不拔嘅人 ，preserve， 佢願意係去見呢個嘅比拉多，最後佢有勇氣，唔驚其他人去話佢，即係當你咁樣樣做嘅時候，不過當然啦，呢個係佢要付出嘅代價啦，佢要。咁佢去到比拉多嘅時候咧，比拉多就詫異耶穌已經死了，就叫百夫長來問他耶穌是不是死了好久啦。咁即係你要知道啦，呢個大概耶穌死嘅時候，大概即係耶穌被釘十字架，大概係12點9點鐘咁樣樣。咁到佢3點嘅時候，佢就死咗，好似即係6個鐘頭之後就死咗。咁佢就比拉多就去冇諗過耶穌咁快就會死咗，就要查一查，問一問百夫長，問佢係咪死咗好耐。咁其實你可以睇得出一樣嘢就係咧，呢度咧就係可以用一個嘅我哋所謂嘅來證啦，比拉多同百夫長同埋一啲嘅呢個亞利馬太人約瑟，俾我哋睇到佢哋係即係證實耶穌係已經死亡。咁你會問一個問題，就係耶穌死咗之後，到佢復活之前呢段時間，究竟佢而家喺邊一度咧？嗱，當然我自己都唔知啦，我即係只不過俾大家去諗一諗。OK，即係
有啲人就會講有兩笪嘅地方，可能咧就會耶穌而家係喺嗰，即係喺呢個時刻喺嗰度。唔知大家記唔記得耶穌喺十字架嘅時候，同一個強盜傾偈嘅時候就話，即係如果你相信我嘅時候，我今晚你就同我喺樂園當中。咁有啲人就覺得就係而家耶穌係佢喺邊度咧？可能喺呢個所謂嘅樂園。咁但係其實講咗就等於唔好講，因為點解？因為我哋都唔知道樂園係一笪咩地方。第二個可能咧就係我哋所講嘅英文就會比較清晰啲，因為通常聖經有咁講嘅叫 Hades 一個嘅我唔係好 sure 一個係咪一個地獄嘅意思。咁但係咧通常即係啲學者佢哋會覺得耶穌嗰個嘅靈魂就呢度或者係呢個嘅所謂嘅樂園 Paradise 同埋喺呢個嘅 Hades 是一笪地方。直至到神係去令到佢復活出嚟。咁第45節話，既從百夫長得知實情嘅時候，就把耶穌嘅身體賜俾約瑟。咁約瑟就攞咗呢個嘅身體。咁你從呢個嘅頭先我都講咗啦，即係一個官方嘅驗證，證明咗耶穌即係約瑟去求情要攞耶穌嘅身體。跟住比拉多就話：耶穌咁快就死咗。跟住咧去查實呢個百夫長話係啊，冇錯，耶穌。咁其實俾你睇到一樣嘢，呢個係一個嘅鐵證嚟嘅，俾我哋知道 case closed， 耶穌係已經真真正正死亡，唔係好似我哋有啲人話你哋傳個福音嘅耶穌可能嗰時未死都未定，但係唔係，而係正正式式耶穌係死喺十字架，直接要埋葬喺當中。咁約瑟預備咗啲咩咧？就係去買咗啲嘅細麻布，把耶穌取下來，用細麻布裹好，安放在岩石中鑿出來嘅墓穴裏，又滾來一塊石頭擋住墓門。你可以睇得出呢個嘅約瑟，佢係真真正正去預備，要去將呢個嘅耶穌好好地安葬。其實佢有呢個嘅。佢都係有呢個咁嘅義務去做啦。點解咧？呢度咧俾我哋睇到一樣嘢，就係咧當時佢哋猶太嘅規矩，佢哋唔希望咧死咗嘅人咧喺當中咧掛咗，即係掛咗，即係將呢個屍體留喺度過夜。所以呢度講到咧，申命記話俾佢聽咧，佢哋即係希望能夠遵守翻一啲嘅平時要做嘅嘢，就係將佢攞落嚟埋葬。咁同樣嘅呢度咧，俾我哋知道一樣嘢，就係呢個嘅約瑟，佢知道咧，佢可能係神嘅兒子啦，又或者係盼望神嘅國嚟啦。所以其實約瑟佢自己係希望能夠將耶穌好好嘅埋葬出嚟。咁佢買咗啲嘢就幫佢用布裹好咗，就放喺呢個嘅自己嘅墓穴當中。咁呢一個嘅咁嘅埋葬咧，呢一個嘅係俾我哋睇得出咧，佢係願意行出嚟去對神一個嘅愛，一個嘅回應。嗱，唔單止咁樣樣，當佢咁樣做嘅時候咧，係正正係反映出呢個嘅成就咗舊約一啲嘅小先知入邊一個嘅預言。嗱，呢度以賽亞書第53章9節話：他雖然未行殘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同悅，與財主同謀。咁你可以睇得出，就係呢度咧，佢所做嘅嘢係正正咧，就係去成就咗舊約嘅先知佢哋所講嘅預言。咁抹大拉瑪利亞同約西嘅母親瑪利亞都看見安放他嘅地方。呢度再一次俾我哋睇出一啲嘅見證人，呢啲婦女，佢唔單止係由呢個嘅釘十字架嘅地方，到佢哋真係睇到借耶穌安放咗喺邊一笪地方，呢邊個墓園入邊。呢個正正係唔單止佢哋係表現出佢哋嗰種嘅忠心，由佢死到去個墓園，同埋佢都係表現出佢哋係當時一個嘅見證人，見證咗耶穌係真真正正係死亡。
嗱，如果你咁樣去睇嘅時候咧，你可以睇得出咧，就係咧呢個你會問一個問題咧，就係點解呢個嘅亞利馬太人約瑟佢會做出佢以前做唔出嘅嘢咯？即係其中只有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十字架上面喚醒咗佢嘅勇氣咧，就係佢原本係一個嘅潛水嘅基督徒，OK，可能係一個議員，一個有錢佬，但係佢內心係願意等候神嘅國，但係佢又驚佢其他嘅猶太人只係暗暗去做。但係當呢個嘅耶穌死咗之後，佢能夠放膽去做出嚟，佢去見彼拉多，付出佢一啲嘅政治地位嘅冒嘅險，然後願意係去將耶穌呢個身體去埋葬出嚟。咁就一啲應用嘅問題啦。嗱，約瑟嘅職位同地位係點樣同佢實際行動產生咗衝突咧？喺邊啲地方，身為基督徒會同人對你嘅期望背道而馳咧？對我哋嚟講，身為基督嘅跟隨者，我哋會面對一啲嘅乜嘢嘅風險咧？如果我哋表明我哋嘅身份，定係你覺得冇風險？我哋係咪唔再做一啲嘅潛水嘅基督徒咧？開始放膽去為主做見證咧？嗱，大家可以去思想下。OK，咁我哋最後睇埋咧耶穌嘅復活，第16章1至8節。過了安息日，抹大拉瑪利亞、雅各母親瑪利亞和撒羅米買了香料要去膏耶穌。嗱，你俾大家睇到呢樣嘢咧，就係咧，佢哋買咗一啲呢度嗱，佢就係安息日之前，即係星期六嘅大概6點鐘之前咧，就安放咗耶穌。跟住咧，第二朝咧，佢哋過咗安息日啊嘛，咁佢哋咧就即係大概應該係星期日嘅時候咧，佢哋咧就會去到呢個嘅去到耶穌嗰度。佢買了香膏要膏耶穌，你咪會問，即係問一個問題，點解佢哋要買香膏要膏耶穌？嗱，其實佢哋已經知道耶穌死咗。如果耶穌冇死到嘅話，佢哋唔需要買啲香膏香料去搽到佢。即係其實香膏嘅意思，即係佢驚個身體開始腐化變臭咁嘅意思。咁如果耶穌唔係死嘅時候咧，佢哋冇必要去買香膏或者係香料去膏耶穌。所以其實呢度再一次俾我哋睇到咧，就係抹大拉瑪利亞同埋呢啲嘅婦女，佢哋係確實知道耶穌佢係已經死亡。咁清早嘅時候咧，太陽出嚟嘅時候，佢哋就去到墳墓那裡，彼此說：誰要替我們把石頭從墓門滾開呢？嗱，我唔知大家讀呢段嘅經文嘅時候咧，特別呢一句説話，誰要替我們把石頭從墓門滾開呢？你有冇諗過呢句説話？究竟個石頭係滾開咗咩？定係未滾開咧？其實佢哋喺度講嘢嘅時候咧，即係其實可能咧，嗱，有個咁嘅可能性，就係佢哋去到嘅時候喺度諗，佢哋因為你知道呢個係大嚿好大嘅石嚟嘅，即係特別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佢哋啲人咧驚，即係如果你從對觀福音咧睇到咧，就係佢哋驚耶穌咧，佢哋係去呢一個嘅俾人哋偷咗去墳墓。即係偷咗佢個身體就話去復活，所以咧佢哋揾嚿大嘅石，仲有啲兵丁應該守住。咁其實佢去到嗰時候咧，應該仲有依嚿石頭，可能仲有呢嚿石頭都未定。所以佢哋話諗，究竟既然我哋要去到啦，我哋點入去咧？究竟係咪要揾人幫我哋拱開嚿石頭咧？咁可能喺呢個時候咧，佢哋就去揾人嘅時候，翻返嚟嘅時候，點解有人已經係幫？即係佢哋咁諗啦，已經有人幫佢哋係滾開咗呢個石頭。嗱，我唔知大家從來好多時候睇呢段經文嘅時候，從來都冇諗過，可能個石頭原來都係未喐嘅喎，到佢哋去到嗰時候先俾人喐咗。咁你可以睇出嘅時候咧，就係乜頭先我所講嘅話，究竟邊一個係幫佢哋去移開呢嚿嘅石頭 ？OK，同埋咧頭先就係話啦，當呢啲嘅婦女去嘅時候咧，係預期住耶穌係仲係死亡喺當中，所以佢哋係帶住呢啲嘅香膏去膏耶穌。他們抬頭一看，看見石頭已經被滾，原來那石頭好大，
他們進了墓，看見一個嘅年輕人坐在右邊，穿着白袍，好驚奇。嗱，一個嘅年輕人，我哋唔知係咪耶穌，不過我哋從呢個馬可福音入邊咧，佢冇講到佢係咪耶穌。個年輕人對佢講：不要驚慌，你們尋找嘅釘十字架嘅拿撒勒耶穌，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裏，來看安放他的地方。咁你睇呢句説話嘅時候咧，你就會睇出呢個可能咧，就好似對觀福音所講，呢個年輕人咧就係天使對佢哋所講説話。咁佢哋同個天使同佢講話：你唔需要驚，因為耶穌係已經復活咗。咁我可能佢哋嗰陣時未必明白點為之叫復活咗都未定，但係佢從嗰個嘅地方去睇嘅時候咧，OK，佢睇到佢安放嘅地方喺對觀福音嘅時候咧，佢哋睇見咗嗰啲嘅裹屍布咧仍然喺度，但係咧已經冇咗嘅人時候咧，佢哋咧有啲人咧就開始相信耶穌復活。咁耶穌嘅復活其實咧成就咗幾件事啦，無論係對佢自己咧，對呢個嘅歷史咧，同埋對屬於我哋呢一啲都好重要嘅嘢。對佢自己嚟講咧，佢真係咧成為咗呢一個嘅彌賽亞啦，因為佢係耶穌神嘅嗰個嘅受膏者嚟到呢度，係為我哋去成就，即係去拯救我哋。對呢個歷史咧，就係咧佢成全咗呢個歷史，因為咧呢個嘅不斷，即係呢個嘅舊約聖經係不斷嘅展開俾我哋睇到，就係呢個嘅耶穌佢係嚟到成全咗呢一個嘅神嗰個拯救嘅計劃。最後咧就係咧佢對神嘅子民，因為佢嘅復活，我哋你同我都有呢個嘅將來嘅盼望，可以能夠係去。即係都係會有一日會復活喺神嘅左右邊。咁呢個嘅後生仔就對佢嚟講：你們去對他的門徒和彼得說，他要俾你們先到加利利去，在那裏你們會看見他，正如他從前所告訴你們。咁呢度咧好得意一樣嘢就係咧，佢叫呢班婦女翻去同邊啲人講嘢咧？佢啲門徒。但係好得意一樣嘢就係咧。佢特別講明係對彼得嗱，呢樣嘢就比較好重要。其實彼得都係個門徒啫。如果你要寫嘅時候，你可以好簡單講俾佢聽：嘿，耶穌話你哋，OK，去呢個加利利，我會先去喺嗰度等你哋。然後正如我以前同你講，同埋嘿，同啲婦女翻去話嗰個天使話俾我哋聽，你哋同埋阿彼得。咁彼得聽到其實咧依咁樣講法嘅時候咧，其實就好唔同啦。一個嘅諗法就係佢原來耶穌復活咗之後，仲記得彼得喺當中。點解我要咁樣講咧？記得大家都記得呢樣嘢，就係彼得佢3次唔認主，可能喺嗰個時候佢已經係去到一撇泥嘅時候，未必可能再起得翻身，但係佢痛悔，佢哭泣。為住自己所犯嘅罪，而耶穌喺呢一刻嘅時候，再藉住呢班婦女話俾佢聽：嘿，彼得，我喺嗰度等你，你翻嚟。咁俾我哋睇到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好重要一個信息，就係咧，嘿，雖然咧我哋本身我哋都會做錯咗嘅事，但係我哋願意我哋再一次喺神嘅面前去悔改嘅時候。我哋唔需要去擔心，神為預備咗呢個嘅恩典俾我哋喺當中。正如好似呢個彼得咁樣，佢3次唔認主，但係神仍然係記得佢，希望能夠繼續去容許喺佢嘅計劃當中。第8節話俾佢聽，於是他們出去，從墳墓那裏逃走，又發抖又驚訝，什麼也沒有告訴人，因為他們害怕。我諗呢個好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哋唔知點樣係去消化呢啲嘅事，發生得太突然。本來原本係預備去見一個嘅死屍，去用啲香料去膏佢哋，但係忽然之間話佢已經唔喺度，佢已經復活咗。哇！復活咗係咪又生？幾時可以見到佢去加利利？佢哋
所有嘅嘢都發生得好突然、好驚恐，但係佢哋唔知點樣去處理好多嘢。但係你從對觀福音嘅時候，你會睇得出一樣嘢，就係佢哋係願意去即刻跑翻去同呢啲嘅門徒去分享。嗱，咁我哋今日要睇嘅經文咧，就已經係去睇完啦。喺當中我哋睇到咧，耶穌嘅死咧入邊咧係應驗咗好多唔同嘅舊約嘅一啲嘅預言。咁我哋就唔會去讀呢啲經文俾大家聽，但係俾大家睇到，譬如好似頭先都有 highlight 過嘅，就係、是《申命記》第21章23節啦，呢個嘅詩篇第21章21篇第1節嘅上半節。馬拉基書第4章第5至第6節咧，同埋呢個嘅以賽亞書53章第9節，所以俾你大家睇得到呢個從一個歷史角度去睇嘅時候，舊約已經係預言呢個嘅彌賽亞嚟到我哋當中去成就咗呢個嘅神嘅拯救嘅計劃。嗱，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我俾想大家睇一樣嘢就係我哋從呢個古仔當中咧，除咗睇咗耶穌基督佢願意係去走上呢個十字架道路之後之後嘅，但係最重要俾我哋睇出咗跟住佢嘅門徒，佢嘅跟隨佢嘅人，佢哋點樣嘅有冇至死忠心？嗱，預期當中我哋會覺得有啲人咧，佢哋係一啲嘅重要人物，譬如好似門徒啦。但係佢哋你睇到呢度咧，就係睇咗成10幾20節經文咧，即係最尾講到俾你聽，就係叫天使話俾呢啲嘅婦女去話俾門徒聽。但係如果你唔係因為要話俾佢聽嘅時候，成段經文根本隻字都冇提到呢啲嘅我哋所預期嘅英雄，佢哋係點樣？第二，嗰啲嘅預期嘅英雄入邊，當然啦，佢哋已經達到咗個目的，就係宗教領袖殺死咗耶穌之後，佢哋可能已經唔再追要喺嗰度，根本就再冇必要去提佢哋。但係反之嚟睇嘅時候，我哋睇見有呢啲嘅意外入邊嘅見證人。OK， 我哋睇見呢一個百夫長，佢係點樣宣告呢個嘅神耶穌基督係神嘅兒子。就有一啲嘅所謂嘅潛水嘅基督徒，即係亞利馬太人約瑟，佢願意放膽去到呢個嘅比拉多，同埋願意放膽去可能受住其他嘅猶太公會嘅同僚，佢哋去侮辱佢，或者係去指責佢，佢去願意將耶穌個身體領出嚟埋葬。最後我哋睇到呢啲嘅婦女係一啲唔受重視嘅婦女，佢哋願意係堅定嘅跟隨耶穌。雖然佢哋唔明白或者係又驚又戰鬥，但係佢哋願意由耶穌嘅死到耶穌嘅埋葬、耶穌嘅復活，佢哋都係一路嘅咁去至死忠心去跟隨佢。所以你俾我哋睇得出呢啲佢哋咧，佢哋所驚嘅係想像唔到神係正係用咗佢哋，同埋耶穌基督佢嗰個復活，令到佢哋咧對呢件事又驚奇又發抖。咁到我哋應用我寫成段經文嘅時候，我哋能夠做啲咩嘢去提醒耶穌基督為你同為我去做咗呢件咁事咧？最後我想俾大家睇一睇，就係呢個嘅唔同嘅光譜入邊5種人，佢哋點樣嘅反應對耶穌基督嘅十字架。門徒最親嘅，佢哋係逃跑。旁觀者頭先講咗，佢哋係原本由歡迎耶穌成為呢個王，到佢哋要殺佢哋，到佢仲要係嘲諷佢。百夫長原本係一個劊子手，但係佢認信耶穌基督係神嘅兒子。約瑟馬利馬太人暗中嘅基督徒，但係放膽嘅去願意領取耶穌身體為佢安葬。最後婦女們在呢個嘅社會當中最邊緣嘅群體當中，佢哋願意堅守同埋戰律去跟隨耶穌基督。
咁大家會問一個問題，就係呢啲人佢哋喺每一個情況當中，佢哋都會有佢哋自己嗰個嘅害怕嘅地方。咁但係佢哋究竟點樣去願意係跨越呢一步咧？大家可以去諗一諗。同樣嘅，今日我哋雖然我哋唔喺呢度同一個環境，但係同樣嘅，我哋都可以憑住耶穌基督，我哋可以去跨越呢一步，去勇於行出嚟為佢做見證。最後我想講咩啫？就係關於門徒嘅嘢。嗱，呢度咧呢段説話可以讀俾大家聽，就係假如上帝對彼得同門徒嘅揀選沒有因為佢哋一直以來嘅軟弱而有所變更，即係話俾你聽，耶穌基督明知道佢哋都係好軟弱，或許你與我同可以深信就係神嘅角度斷不能被呢班無能嘅人所限制。即係嘅意思就係俾大家睇到就係，雖然門徒係咁軟弱，但係同樣嘅耶穌基督都仍然係可以係去成就神嘅救贖嘅計劃。哈利路亞！嗱，同樣嘅門徒因為耶穌基督嘅復活，呢個係講咗佢哋嘅失敗，但係耶穌唔會因為佢哋失敗去做唔到佢要做嘅嘢。但係當耶穌基督復活之後咧，呢班人見證上主嘅大能係點樣喺呢班人上邊去從一啲嘅軟弱嘅人身上邊顯得完全，就係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嘅呢啲嘅一啲嘅婦女啦。特別如果我哋再睇呢個嘅《使徒行傳》當中，我哋睇到咧就係啲門徒嗰種嘅生命嘅改變啦。你可以睇到佢哋嗰個嘅，因為耶穌基督嗰個嘅復活，能夠將佢哋嗰個嘅生命由一個嘅軟弱嘅地步，能夠可以完全。我亦希望今日嘅經文能夠幫助大家一樣嘅，就係耶穌基督為我哋受死，能夠改變我哋嘅生命，可以喺呢個嘅佢藉住佢嘅復活嘅大能，幫助我哋能夠喺雖然我哋軟弱，仍然係可以係喺神嘅角度當中為佢工作，顯得完全。多謝大家。